位朋友，歡迎嚟到大熱頭條，我係主播 Chelsea。今日我哋嚟傾下名人蘇打水40億嘅神話破滅，靠偽概念起家，俾年輕人拋棄，年銷40億嘅蘇打水之王跌落神壇啦！一樽被吹噓能夠解酒降酸嘅蘇打水，撐起咗一間藥企90%嘅營收。呢個曾經靠住酸鹼平衡偽科學走紅嘅品牌，正喺度吞落路徑依賴嘅苦果。連續8年霸榜嘅名人蘇打水，2024年陷入咗增長嘅困局，線上價格戰導致毛利率下滑咗8%。二食時代調研中個品牌偏好度淨係排喺第7，曾經引以為傲嘅白酒家巨度，而家成為咗轉型路上最大嘅枷鎖。作為曾經嘅國民飲料，名人嘅跌落令人唏噓啦。董事長李清川同埋佢嘅團隊長達數年嘅偽科學加埋零創新，等呢個靠住解酒神飲嘅標籤火遍大江南北嘅品牌，淪為咗市場變革嘅棄子。各大商超貨架上邊嘅名人蘇打水，正喺度俾元氣森林啦、農夫山泉等等嘅品牌喺度擠壓緊。曾經熟悉嘅微甜口感，再都難敵年輕人對零糖零卡天然水源呢個追求啦。曾經以43.2%市佔率碾壓行業嘅蘇打水之王，家下喺健康化、年輕化嘅消費浪潮入邊風雨飄搖。從行業嘅頂流到增長停滯，呢場爆品墜落嘅背後，名人究竟係點一步步咁俾市場拋棄嘅呢？佢嘅經營團隊又係點喺消費嘅趨勢變革入邊固步自封，錯失咗轉型嘅良機呢？名人藥品嘅董事長李清川係咁樣評價佢哋屋企嘅拳頭業務嘅，本嚟係打算做藥嘅，諗唔到一唔小心就將蘇打水做到大咗。咁作為一間藥企名人藥業嘅營收基本都係靠住蘇打水撐翻起身嘅。比如喺2024年啦，名人藥業就曾經向外界透露話，企業全年嘅營收係40幾億，但係藥企嘅本職工作藥品啦、保健品嘅銷售額淨係2到3億喎，其餘嘅都係蘇打水。名人做蘇打水咧，亦都係一次歪打正着。咁2008年成立冇耐嘅名人藥業就心急研發一款全新嘅拳頭產品啦。咁啱好當時嘅市場上邊非常之流行身體酸鹼學說。咁鹼性嘅食物通常被認為係對身體大有益處嘅，但係科學早就已經證實咗人體酸鹼平衡係由血液嘅緩衝系統啦、肺臟同埋腎臟係精密咁調節嘅。健康人嘅血液 pH 值係限定喺7.35到7.45，無論係攝入何種嘅食物，體內嘅環境都唔會因為單一嘅飲品而改變。飲鹼性嘅水調節體質，實為商家炒作嘅偽概念。不過咧，農夫山泉仲係憑借住天然嘅藥鹼性水呢個名頭，將呢個概念就打到深入人心啦。咁名人咧自然都係乘埋呢股嘅東風，開發咗自己嘅鹼性飲用水。不過當年嘅名人就冇好似農夫山泉咁打造天然藥鹼性水源地嘅財力同埋體量，但係作為藥企，佢哋有天然嘅優勢，自主嘅碳酸氫鈉啦、小蘇打產線。咁名人咧採取咗更加簡單粗暴而且係有效嘅手段，直接喺個水入邊係添加咗小蘇打，製成咗真蘇打水，而且係因為係醫藥嘅產線生產嘅，咁潔淨度啦同埋工藝要比一般嘅飲料嘅產線係精確咗唔少。但係飲料咧唔係越簡就越好嘅喎。作為藥企嘅名人，選擇將蘇打水嘅 pH 值就調整到咗黃金配比7.8加減0.4。咁小蘇打天然係帶有一陣澀味嘅，為咗等蘇打水更加好咁入口咧，名人仲喺個飲料入邊添加咗3,6蔗糖等等代糖。咁以而家嘅眼光嚟睇，名人蘇打水目標人群就明確啦，生產嘅流程又簡單，但係就係蝕喺唔會營銷嘅虧上邊。喺名人蘇打水上市之初，名人對蘇打水嘅賣點提煉淨係得健康2個字。咁名人蘇打水嘅所有廣告語都係健康之水啦、生命之源啦、真藥鹼、真蘇打一類嘅。即便係名人推廣好唔走心，但係亦都擋唔住消費者自己開發賣點嘛。咁唔少消費者就唔信鹼性嘅水入邊同埋體內酸嘅傳言，尤其係認為佢對解酒啦同埋降尿酸係有奇效嘅。咁事實上，蘇打水對痛風患者嘅輔助作用需要喺醫生指導下進行，而且效果係有限，冇辦法替代藥物。
咁佢嘅解酒更加都係口感嘅撫慰，而非係真正咁化解酒精嘅代謝產物啊！好多人係一旦飲多咗咧，就會感到胃酸同埋尿酸係唔適嘅，就寄希望於飲鹼嚟中和。咁名人微甜嘅口感就啱啱好契合咗呢一種心理啦。久而久之就成咗坊間盛傳嘅解酒神器。一位喺湖南嘅個體經銷商啊，甚至憑借住個圈內口口相傳嘅解酒功效，一年係賣出咗將近係10萬箱。而名人蘇打水亦都係成功咁成為咗一啲學生嘅止口水小甜水啦。相比於可樂、雪碧，一樽蘇打水好似聽落要健康好多。到咗家下鹼性飲用水嘅功效繼續被吹到神乎其神，3毛嘅一樽弱鹼性飲用水，甚至被吹成改善體質，有助於生男 BB 呢個生仔水。當新一代嘅中產憂愁搶唔到3毛水嗰陣，鄉下嘅貨架度靜雞雞咁瞓住嘅名人蘇打水就成為咗佢哋最終嘅歸宿啦。飲咗能唔能夠生仔就唔知啦，但係作為中產鹼性嘅水平梯，咁名人算係又火咗一把。喺國外，蘇打水早就已經係鬼佬日常嘅飲料啦。但喺中國，國外大牌咧就發現咗自己屋企嘅弱鹼性水好難咁踢開市場，而名人就同埋國外嘅大牌打咗個樣。自從發現咗自己屋企嘅產品莫名其妙咁喺走鬼嘅群體入邊火咗之後，名人蘇打水進行咗一次深刻嘅反思啦。明明知道自己屋企嘅產品有賣點，但係一路都未能夠揾到用武之地。2016年，名人藥業特登請嚟咗王老吉曾經嘅營銷團隊取經。喺經過咗一系列嘅研究之後，名人嘅營銷策略變成咗一句話：綁定白酒。呢個被稱為白酒家嘅戰略，主要係分以下幾步嚟進行嘅。咁首先，名人蘇打水就更換咗 slogan 啦，從以前嘅真蘇打、真鹼性等等，變成咗簡單明了嘅酒前酒後飲名人。淨係簡單咁換咗個 slogan啊，仲唔夠？咁名人最高效嘅手段就係徹底咁放下身段，進軍到白酒產業嘅銷售福地。2016年之後，名人開始主動咁走訪各家嘅煙酒商鋪，咁主動咁向門店科普蘇打水對解酒嘅益處，仲陳設咗大量嘅白酒加埋名人嘅展櫃。而喺各地嘅糖酒展會上邊，名人蘇打水亦都會積極咁參展啦，主動同埋茅台啦、五糧液嘅經銷商打成一片。而每當白酒經銷商拎落一啲展會啦、婚宴等等大型嘅活動嗰陣，名人就會主動咁出手啦，同埋白酒一齊打包到現場。比如話喺陝西省糖酒副食流通協會舉辦會議嗰陣，名人蘇打水就會以官方用水嘅身份出現啦，同埋各路嘅白酒品牌一同露面。蘇打水加埋白酒呢一對酒台 CP， 好快就俾綁定喺一齊啦。轉賣蘇打水亦都係有利於白酒經銷商。近幾年嚟，酒行業進入到轉型期啦，咁經銷商往往係面臨住較大嘅庫存壓力，同埋較長嘅回款週期嘅。而蘇打水作為相對廉價嘅商品，毛利率係高，咁回款嘅速度又快，能夠有效咁緩解白酒經銷商嘅現金流問題。呢一套打法嘅效果就立竿見影啦。2016年之後，名人嘅銷量就好似火箭一樣竄升。咁數據就顯示啦，2017年名人蘇打水銷售咗5億樽，2018年係7億樽，咁每一年嘅平均增速係高達咗4成嘅。名人亦都係一躍成為咗蘇打水嘅品類銷冠啦，連續咁霸榜8年。名人嘅成功亦都俾到唔少嘅國產小品牌提供咗思路。畢竟蘇打水呢樣嘢嘅配方同埋工藝係相對簡單嘅。助酒蘇打水亦都係成咗唔少地方小品牌嘅產品方針，比如喺雲南本地就有一款名為淡定嘅蘇打水品牌 ，slogan 咧被定為又麗辛辣嚟一樽，酒前酒後飲淡定。個場景直接係延伸到咗助餐嘅場景，其餘嘅飲料大牌亦都係紛紛見識到蘇打水呢個品類嘅潛力，亦都係開始壓住入局啦。比如話娃哈哈啦、農夫山泉啦等等嘅大牌，近幾年通通開始喺無氣嘅蘇打水上面發力，分別推出咗自己嘅新產品啦。不過睇落係古若金湯嘅市場地位之下，名人正陷入咗成也場景、敗也場景嘅困局。一方面市場嘅競爭壓力空前咁激烈啦，隨住蘇打水市場嘅規模從2020年嘅120億，預計增長到2025年嘅320億，賽道湧入咗大量嘅競爭者。農夫山泉以長白雪弱鹼水搶佔咗高端嘅水源地嘅概念，元氣森林用赤蘚糖醇重構咗零糖零卡嘅健康認知，
甚至三隻松鼠啦、百事等等跨品類嘅玩家亦都係紛紛入咗局啦。喺南方市場度，本土品牌淡定以低於名人20% 嘅零售價啦，同埋助餐加埋解酒雙場景滲透區域餐飲巨島。而名人喺線上平台為咗應對價格戰，2023年嘅平均折扣率已經提升到咗15%，毛利率同比下滑咗8個百分點。更加嚴峻嘅係年輕嘅消費者對名人配料表入邊嘅36蔗糖產生咗唔健康嘅抵觸。2024年嘅兒食時代蘇打水消費調研入邊，名人嘅品牌偏好度淨係排喺第7位，落後於元氣森林啦、農夫山泉等等嘅品牌。另一方面，經銷商體系嘅單一化隱患逐漸咁暴露啦。名人過度咁依賴白酒加嘅場景，導致咗70%嘅營收仍然係集中喺煙酒行啦、白酒經銷商巨島啦，而餐飲啦、便利店啦、健身房等等年輕嘅消費場景嘅鋪貨率係唔足30%嘅。一位湖南嘅經銷商就坦言，家下嘅人聚餐好少主動咁點名人啦，年輕人更加傾向於買氣泡水啦，或者係無糖茶。佢哋試住進駐茶飲店。傾咗5間，淨係入場費就佔咗毛利嘅40%，根本就唔着數。此外，白酒行業嘅增速放緩咗，亦都係間接影響咗名人。2024年嘅白酒經銷商庫存周轉嘅天數同比增加咗12日，連帶住導致咗名人喺傳統渠道嘅動銷率下降咗9%。部分嘅縣級經銷商為咗清庫存，甚至違規將埋臨期嘅產品低價咁拋向咗批發市場，衝擊埋品牌嘅價格體系。不過名人咧並非係毫無察覺嘅喎，為咗破圈，佢哋推出咗加強版嘅檸檬味蘇打水，主打6個檸檬當量嘅維生素 C， 並且係試水含氣易拉罐裝，天然無氣高端線。甚至針對中年嘅市場推出咗含新功能性嘅版本，但係呢啲調整仍然係未觸及到核心嘅配方上邊36蔗糖嘅保留等，年輕嘅消費者望而卻步。咁場景上邊白酒加嘅標籤依然係蓋過咗功能加、辦公加等等嘅新定位。2024年數據顯示，名人新口味嘅產品營收佔比係唔足12%。而元氣森林同期推出嘅零糖蘇打氣泡水已經係貢獻咗35%嘅營收啦。當蘇打水從邊緣嘅品類走向主流嘅飲品，名人劍走偏鋒嘅老路正喺度失效。曾經靠綁定白酒經銷商快速咁崛起嘅策略，家下成為咗破圈嘅枷鎖啦。如果唔能夠喺渠道啦、配方啦、場景上面完成唔破唔立嘅革新，呢個靠住藥企背景起家嘅蘇打水之王，可能就難逃俾巨頭蠶食嘅命運啦。畢竟喺健康化、年輕化嘅消費浪潮入邊，冇邊個品牌能夠靠住單一嘅場景一勞永逸嘅。好啦，呢期就到呢度，感謝你哋嘅收睇，我哋下一期再見。